三藩市中央地鐵喺華埠嘅白蘭站，從建造期間至今都有派駐社區交通大使幫助啲乘客使用地鐵站。由於市府削減財政預算，呢個項目喺本月底就結束。市長羅偉喺今日表揚交通大使所作出嘅貢獻。伍先如報導。負責白蘭站交通大使計劃嘅社區青年中心 CYC 統計，交通大使每日幫助處理平均10宗同公車有關嘅詢問，10幾個關於車費嘅問題，同埋10幾個到訪華埠遊客嘅詢問。而遊客多嘅季節，一日可以幫助到50幾個人，每個月應對3到4宗需要醫護人員幫助嘅狀況，每日4到5宗涉及無家可歸人士嘅問題。三藩市交通局同 CYC 合作提供嘅社區大使服務呢個月底結束。CYC 嘅10位大使同義工今日獲得市長羅偉嘅表揚。Whether you were offering directions or simply greeting someone with a smile, you brought energy and care to one of San Francisco's most iconic places, Chinatown. That presence mattered. People felt it. 對我來講的話呢，特別有意義，而且能夠幫到好多人，包括我們自己的雙語嘛，尤其是在國外來的，他就特別需要進了中國城，那怎麼辦呢？有一次有兩個女人跌咗落個老啲大啲年紀嘅男人，咁就一個托住兩個，咁啊個男人都傷埋，咁啊當然我哋一齊同佢要叫十字車啊，照顧佢啊，睇住佢啊咁所以其實見到呢個program， 即係呢個計劃員呢，其實我自己都好唔捨得。咁但係亦都知道經費係好困難，咁所以亦都係好無奈何之下呢，亦都係要完結啦。咁但係亦都係好希望呢，佢過去10幾年佢哋嘅努力呢係冇白費嘅。雖然白蘭站嘅交通大使計劃即將結束，但係交通局表示會張貼雙語標誌，以及透過即時廣播向乘客提供資訊。車站職員亦都會繼續協助乘客。26台記者吳善如報導。